继续来报道乌白来新闻。台南咸水消息，上国下田大法师伫基甸岛经营一个超度爱情法会，去互市政俱乐部的理事长博彦娜看到伊枯木鱼的技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所以特别聘请伊来屏东开班教课。咱若是对着枯木鱼有兴趣，想要伫厝超度失去的爱情，或者是对着新恋情要来诵经念咒加持的朋友，欢迎前往屏东报名。市政俱乐部的地址是屏东县万金川厝尾顶路无半巷1号。我坐伫厝尾顶点一支烟，夜头思念甲你的温顺，亲爱的，你伫倒位？敢有甲我同款？想练习。离开，我才觉醒。我目睭一暝，我才知醒。我坐伫厝尾顶点一支烟，抬头思念甲你的温顺。小无冷冷的风吹来，等无天光。离开，我才觉醒。我目睭一暝，我才知醒。时间一去不回头，你讲你的目屎一直流。无天光。